大家好，歡迎嚟到網老絡師中文教室，好耐冇見啦，各位同學。呈分試又就快到啦，咁咧為咗同大家做多啲練習咧，今日我哋咧就會進行一份咧叫做模擬考試嘅講解課喎。咁啊，好高興咧請嚟咧6位同學咧參與今日嘅課堂。先等佢哋咧介紹下自己先啦。大家好，我係張樂琳，我今年讀協恩中學附屬小學，我今年係11歲。你好啊，樂林。大家好，我係黃永晴，我今年11歲，讀緊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我亦都係小六。你好啊，永晴。大家好，我係黃允浩，我今年11歲，讀6年級。係允浩。大家好，我係羅希哲，今年11歲，讀6年級，陳瑞祺喇沙小學。你好啊，哲哲。大家好，我係李和軒，今年11歲，我係6年級嘅，我喺九龍城區讀書嘅。好，你好啊，和軒。大家好，我係陳大編，我今年6年班，讀循道學校。你好啊，白編。嗱，咁我想問啦，大家係咪咧都有 download 到咧呢份工作紙咧？係啦，咁其實今日呢個課堂咧，希望大家係做完咗呢份工作紙，再跟我哋一齊對答案㗎。咁如果你話未做嘅話咧，就建議你翻去咧叫媽咪幫你 download 咗，做完先至上堂咯喎。裡面咧你會見到有5個部分啦。咁問一問同學仔先。嗱，如果你哋咧去做一個叫做考試嘅時間啦，你收到份卷，其實第一時間應該要做啲咩嘅咧？除咗寫名之外啊，係有啲咩會做咗先㗎？即係睇下邊啲部分容易啲，邊啲部分難啲，做咗嗰啲容易啲攞分嗰啲先。哦，你會做攞分嗰啲先嘅，咁我都好贊成你呢個做法。咁我自己咧就攞起份卷咧，就會由頭碌到落尾一次，睇下有啲咩咧，好似阿哲哲咁講啦，有啲咩題目係容易啲去攞到分嘅，自己信心強啲嘅咧，我哋就會做咗嗰個部分先嘅。好啦，咁我哋但係今日咧做講解咧，我哋就唔需要做呢步啦，我哋就直接由第一部分開始咯喎。咁咧首先咧係一啲公詞填充啦，有冇同學望到呢啲字咧係見到咧學校係有教過㗎，有見過呢啲字啊？冇啊冇，有人有見過，人冇見過嚇。咁啊，如果咁啱你考試嘅時候見到啲唔識嘅字咧，都唔使驚啊。有時咧從個字面咧逐個逐個拆解就得㗎啦。如果做填充嘅技巧是什麼？睇題目圈重點。好，睇題目圈重點，非常之好。咁我自己做嘅時間咧，就希望啲同學咧睇一次個題目啦，將個重點字或者啲重要嘅線索圈低咗先嘅。咁我逐個逐個同學嚟咯，考下佢哋咯。好，第一條咧，如果我哋要圈嘅話咧，可以圈低個原則啦，同埋咧要按照個實際嘅情況去合理嘅判斷㗎。咁所以咧，第一條，樂林，請你幫我哋解答一下，第一條應該係同乜嘢有關咧？邊個四字詞可以放落去咧？實事求是，非常之好。咩叫實事求是啊？即係真咁解。真咁解嗱，事係件事情啦，我哋跟翻個事情嘅需要啊，去做嘢嘅，做嘢好腳踏實地，比較務實啲嘅，就叫實事求是啦。好，唔該晒你啊，樂林。第二條咧，我哋要圈嘅咧係，哇，我哋話咧從來唔會受外界嘅干擾噶。咁同埋咧，佢溫習功課過程應該用啲乜嘢嘅形容詞啊？今次咧，我想揾阿永晴啊，專心致志，係咩叫專心致志咧？即係你做嘢好專心，唔嗯。會去分心。係好好咁，所以咧就變咗不受外界干擾同埋溫習功課呢兩個重要嘅線索，令我哋知道答案係呢個啦，係咪？好，第三條我哋可以圈住啦，話形容一樣嘢嘅設計，形容個橋嘅設計，我哋話佢個結構新穎同埋你環保嘅理念喎，咁所以有啲咩形容詞形容佢會比較合適咧？係咁啊，尹浩試下今次。我覺得係別出心裁。係咩叫別出心裁啊？即係嗰樣設計好好別致。哦，好別致。咁一陣間咧，我哋其實都有多條咧係關於個設計事嘅，好冇？咁所以咧，嗱，我哋一陣間有保留啦，有保留啦。嗱，設計咧可以別出心裁，但係問題就係佢係最具代表性嘅，就可能有冇其他更加好嘅答案咧？揾好你再幫我諗諗，因為一陣間咧，我哋都有一條咧，第6條都有個設計嘅，但係呢個有少少特別嘅喎，佢話係一個地標嚟嘅喎，同埋係最具代表性嘅咯喎，所以有啲咩形容詞更加合適咧？獨一無二。非常之好，獨一無二啦。咁所以唔緊要嘅喎。當你做嘅時間發現，咦，有兩個可行嘅答案喎，我哋可以 hold 住先，跟住再去諗下邊個放落去會更加貼切啦。好，咁第四條啦，第四條咧，佢話要捐自己啲零用錢喎。OK，和軒，請問有啲乜嘢答案放落去可以形容我捐啲嘢俾人嘅？慷慨解囊。誒，咩叫慷慨解囊啊？我覺得應該係去去攞一啲錢出嚟做，佢好慷慨咁樣攞一啲錢嚟做一啲善事嘅，應該係嚟。嘅，
咁慷慨其實即係好大方啦，囊係指你個銀包啦，解開你個銀包攞啲錢出嚟，答得好好啊！答案就係慷慨解囊啦。好，第五條啦，我哋話，咦，佢會用老師啊，同老師有關。其實我圈咗老師，可能你哋已經知道答案嘅啦。我嘗試下先。立篇，請問你嘅答案係乜嘢？關於個老師事嘅，關於教學嘅過程。循循善誘。非常之好，就係循循善誘啦，就一步一步咁樣去引導你啦，咁就叫循循善誘啦。好，咁第六條啦，又嚟到呢個設計嘅題目啦。OK，好，節節，請問個答案係乜嘢咧？別出心志，讀個才字係別出心裁，咩叫別出心裁啊？係咩意思啊？佢知唔知？即係咧用咗好多心機去整嘅。係用咗好多心機去整，同埋佢係與別不同嘅，零舍唔同嘅，就叫別出心裁啦。個別係特別個別啊，非常之好。咁剩翻兩條咧，我想你哋一齊答我喎。我哋有乜嘢嘅精神，仲要每日去做嘅喎，要累積落去嘅喎。邊個有咁嘅意思咧？持之以恆。係持之以恆，即係我哋係要持續長久去做嘅，就唔好半途而廢啦。咁所以咧好簡單，最後呢個難度很高嘅難度咧，就係迎難而上嘅難啦，係咪？咁所以咧咦係咪第八條啊？第八條就係迎難而上啦。咁總共咧就會有2分1條，總共16分。咁大家可以自己幫自己剔剔睇下自己呢個部分攞幾多分咯喎。請問呢一度有冇問題？冇。冇問題，好，咁我哋而家進入第二個部分啦。嗱，咁啊，第二個部分係標點符號啦。呢度咧，我想問啦，呢個係咩意思啊？18% at 1%。都係有即係一18。個標點就1分，總共有18個標點。非常之好啦，咁咧你哋記得喎，如果你填多咗咧，係會俾人倒扣分嘅喎，填少就自然攞唔到分啦。咁呢度就18個標點，不多不少。咁啊，問下啲同學仔先啦。和軒啦，你記唔記得咧？有啲標點符號係好容易會數多咗嘅，係邊幾種標點符號特別要注意㗎？好似係開引號、閂引號。仲有冇啊？其他同學係書名號。書名號，仲有冇？個好括號，仲有冇？雙引號。係，唔該晒各位同學啊！記住一樣嘢，呢4種標點符號咧，雖然佢寫出嚟好似有2個咁，但係咧，如果你錯咗其中一個咧，佢係成題扣你分嘅。佢係2個加埋當1個標點符號咁計算㗎。好啦，咁咧而家咧，不如咁啦，搶答題啦，一齊答我問題啦嚇。咁啊18個標點嘅。首先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做嘅時候咧，就可能耐心讀一次出嚟，停頓位置就諗下用咩標點㗎啦。好似一開始有叫香港呢個字咧，其實送咗分俾你啦，用咩標點？書名號。書名號，好，一齊寫落去。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市。見唔見到個記字啊？嗱，呢度有少少難㗎。你哋唔好答我逗號先。如果你本身答咗逗號嘅話，我想你諗清楚，因為我後面係開始補充説明點解佢係國際大都市嘅，所以呢個位係有一個特別嘅標點符號嘅。你哋幫我諗，撞下都得嘅。冇係大聲啲。破字號。冇錯，原來呢個位係用個破折號啊！記住啊，如果你成日用逗號句號嘅話咧，好可能係你自己答錯咗㗎。個老師咧係唔會咁簡單逗號句號逗號句號咁考你㗎。去到6年級係啦，佢就應該係會殘忍啲嘅，考啲難啲嘅嘢㗎。呢度係用破折號㗎。既有摩天大廈林立的繁華市區，見到也字，也係連接詞，所以前面用咩標點符號？逗號。逗號。係啦，嗱呢啲就唔使諗啦，因為有個連接詞，用個也就用逗號㗎啦。好啦，跟住去到呢度，也有綠意盈盈的郊野公園，見唔見到某日呢個字啊？咁即係前面完咗未？完咗。可以用咩號？句號。句號。非常之好啦。某日後面又用咩號咧？停一停。逗號。逗號。錯啦，通常見到啲時間詞嘅後面咧用逗號就可以㗎啦。阿小明啊，小明好出名係咪？專名號。專名。係用專名號啦，人名嚟㗎嘛。和家人展開一日深遊之旅。好啦，一日深遊係一個特別嘅名嚟㗎喎。引號。好係唔該晒，用引號引住佢啊！好，咁我哋呢個深遊之旅咧，後面就開始講點樣深遊法咯喎。嗱，呢度又係難嘅標點啊，唔係用逗號句號咁簡單啊。後面講緊佢呢一日個旅程係點樣做嘅，咁樣用咩標點好咧？冒號唔該晒，有同學識得冒號呢個，邊個啱咗㗎呢條？我有2位同學啊，見到咧，如果喺呈分試裏面有6個同學，就有得2個同學啱嘅咋，所以呢個攞嚟分 grade 㗎啦。好，跟住他們先登上太平山。喂，太平山有冇去過先？有。地方嚟過，所以用咩標點符號啊？專名號。專名號。係啦，你話有去過，即係知道地方嚟啦，加專名號啦。停一停，用咩標點符號？逗號。逗號。唔該晒。俯瞰維港美景啊！呢度有啲嘢要加喎。專名號。維港要專名。係，其實維港係講啲咩？
維多利亞係啦，維多利亞港嘅簡稱嚟嘅，所以記得用翻個專名號啦。好，咁跟住嗱，有少少難喎。你望到後面咧，咪講緊一日之內咧，佢先乜乜，隨後乜乜，係咪？咁其實原來係講緊三個唔同嘅地方，佢嘅中間應該用咩標點符號？分唉，用分號啊！嗱，記得唔好咁簡單啦。點解啊？佢哋三個咧，其實係一個叫時間嘅順序啦，同埋都係個內容有相關嘅。呢個時間就用分號啦。邊個又啱咗呢個分號啊？有分 grade 嘅呢個。誒，今次多啲喎呢班，錯咗唔緊要㗎，唔使個個樣好尷尬㗎。繼續，係咁啊！你依家識咗咧，考試就唔會唔識啊嘛。好，隨後參觀了三個地方，咦，三個地方喎，後面又開始冒號，繼續用冒號啊！嗱，記住有時直接列舉啦，就會用冒號啦。但係如果你見到後面列舉不過有個有字嘅喎，咁請問佢個有字嘅前面用咩標點符號？逗號非常之好。如果你發覺佢唔係直接列舉佢個有字嘅，屬於句子嘅中間，我哋就用個逗號啦。好啦，又嚟咯，AM 加啊，博物館啊，用咩號咧？專名號專名號千祈唔好漏啊！咦，跟住後面咧，頓逗號逗號定頓號啊？頓號號頓號，係香港故宮文化館咧。專名專名號，專名號有個和字嘅噃，後邊香港歷史博物館要用專名專名號，號專名號係嘅，跟住咧句號號，句號 OK。咁我想問咧，喺呢度冇個和字，用個頓號的話咧，有冇機會後面要用省略號嘅咧？冇，因為佢前面三個地方。非常之好嘅，我特登考下你哋噶。如果前面講咗三個地方，啱啱數晒三個，你千祈唔好手多多，加個省略號俾你。呢度就考下你識唔識睇啦。好啦，依家寫完咯喎，做完咯喎，係咪就搞掂啦？做下一個部分啦。唔係唔係要根據分析個標點到底有冇18個標點。好，唔該晒幾位同學，冇錯。而家我哋一齊數下究竟夠唔夠8個標點啊？多咗少咗，幫自己扣分啊！一個、兩個、三個、四個、5個、6個。嗱，呢個開引號同關號，我俾幾多個剔佢？一個一個夠啦，唔好數多咗啦。好，咁啊7個、8個、9個、10個、11、12、13、14、15、16、17、18，總共18個，唔多唔少，啱啱好。好啦，跟唔跟得切？跟住跟得切啦，跟得切。咁我哋講下面咯喎。嗱，排句成段咧，之前我哋都有幾集咧，係針對排句成段咧去做一個講解嘅。咁我哋之前講過有4樣嘢圈低咗，會幫自己揾到答案嘅，記唔記得係乜嘢咧？唔該晒。唔多次係，咁我哋咧都可以用翻明代詞典嘅方法，我哋一齊圈嘢咯喎。嗱 A 咧，我哋會圈住，不如你哋講啊。A 我會圈咩字，容易啲去揾答案嘅。其次其次係個連接詞。B 要圈啲乜嘢咧屎城市 ？B 喎，B 要圈乜喎？B 嘅連接詞係乜嘢啊？名詞，指應該係這些措施係名詞。係嗱，明代時年啊嘛，你記唔記得名詞、代詞、時間詞、連接詞。如果你唔記得咗嘅，翻去睇翻莫老師個排句成段嘅嗰個video 啊。好，咁 C 要圈啲乜嘢咧？香港政府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唔該晒。D 要圈啲乜嘢？首先，首先，E 要圈啲乜嘢？同時同時好嗱，咁而家咧，我哋其實唔使睇後面嘅，我都想你哋咧，即係識得點樣用嗰啲方法，唔使睇後面嘅。呢度邊一個名詞最有機會放喺最頭咧？香港香香港政府港政府，非常之好，幾位同學，香港政府放喺頭，然後連接詞裡面嚟講，邊個最有機會放喺第二句嗰度？先，首先邊咗先啦，啱啦，嗱，俾剔自己咯喎，呢度4分1條嘅喎，前後調轉都會俾人扣分嘅喎，所以呢啲題目咧，花多少少時間落去諗下。用完首先之後，下一個就會用其次其次，因為次係指第幾啊？第二第二第二啊，其次係指第二，所以我哋要用其次啦。跟住咧，同時同時同時啦，個連接詞就到同時啦。跟住這些措施咧，其實對應嘅就係啱啱我哋剛才嘅首先、同時、其次嗰幾個措施啦。咁所以放喺最後啦。係，咁所以答案係 C、D、A、E、B。邊個啱咗㗎？俾個 good 我啊，唔該。係 yes，OK。咦，同我錯咗，錯咗嘅唔緊要㗎。係啦，咁啊改翻正先啦。好，咁我哋又再一齊示範咯喎，係咪好神奇啊？我哋揾咗啲連接詞，揾咗明代時年，其實答案就出現㗎啦。好 A 圈住同時係時間詞，教育局係名詞。好 B 要圈啲乜嘢咧？這種教育一種教育模式呢一種教育模式係唔該晒，要加埋模式嗰2個字。好，繼續 C 要圈啲乜嘢？近年香港近年同埋香香港學校係香港學校。D 要圈啲乜嘢？例如例例如最後 E 要圈啲乜最嘢？終最終，最終嗱，咁我哋又係唔睇後面嗰啲咯喎。呢度邊一個嘅連接詞最有機會放喺最後啊？
最終最終最終咁，不如唔好理咁多啦，寫咗呢個先啦。係啊，有時咧你見到啲好重要嘅線索，一早就知道咧就排咗佢先，咁你前面容易啲排啦噃。好啦，咁邊一個名詞最有機會放喺最前咧？由 D D D 定 C 啊？聽得冇清楚喎。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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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前喎。 D C 近 C 年嘅邊個字？ C 近 D 近年係時間詞，名詞係香港嘅學校啱嘅。佢有個 STEAM 嘅教育喎，有冇同學學校有呢個 STEAM 嘅教育嘅咧？有噶咯喎，係咪啊？OK，好，跟住下一個咯喎。咁 STEAM 嘅教育後面咧有啲乜嘢嘅活動咧？咁邊一個係對應住佢咧？冰你覺得 A，你覺得 A，但係唔係 A。例如冰 D 例如咗先嗱，呢個例如咧，其實後面嘅呢一集咧就係講緊個 STEAM 嘅教育裏面有啲乜嘢嘅例子嘅。好，跟住咧下一個。 A A A，同時一啲嘅教師培訓，嗱，我哋應該有一個咧係講呢個教育模式先嘅，係呢個教育模式講前面 STEAM 呢個教育有呢一紮嘢，呢個教育模式係講緊前面呢一個咩編程啊同 3D 嘅嗰個工作坊係嘛，跟住先至講教師，因為前面呢一紮咧都係講啲學生嘅，後面係講老師嘅，咁所以答案咧係 CDBAE 噶，OK，咁應該有同學答錯啦，我相信係咪？啱咗嘅同學請舉手，要前後調轉都俾人扣分。咦？OK，都有3位同學係咪？OK，好啦，咁做得唔錯啦。有冇疑問？呢兩條有冇疑問？冇疑問嘅，我哋繼續講一講呢度咯喎。嗱，段義理解咁啊，我哋之前都有啲片段係關於段義理解噶啦。咁啊，技巧咧其實最緊要有3種，不如咁啦，我哋同啲觀眾一齊重溫一下先啦，好嗎？最緊要嘅3種得啦。第一個，我哋首要嘅標示語標示語，即刻同我寫低標示語啦。冇錯，我哋一開始咧就要揾咗標示語先噶啦。喂，如果我揾唔到標示語點算啊？首尾有句句係啦，揾頭嗰句或者尾嗰句，總之佢嗰句係有歸納作用咧，你就揾過一句咯喎。如果呢兩種都幫唔到你，咁點算好啊？歸納歸納啦，就係即係成個段落裡面咧，我哋揾一啲共同意義、共同特徵或者共同關於有相關嘅內容咧，就將佢歸納一個重點出嚟，咁就用歸納嘅方式啦。咁啊，第3步希望你用唔着啦，因為頭嗰兩個方法用得着嘅話咧，就好容易揾答案噶啦。好啦，咁啊第一條啦，不如咁啦，我哋揾啲女仔幫手做第一條咧。請問第一條嘅答案應該用啲乜嘢方法去做嘅咧？你用咗咩方法？揾緊。諗緊個樣好為難，係咪？標示語有冇先？首先我哋唔好咁急，一步步嚟。有冇標示語先？冇。有冇首尾句先？有有。咁首句緊要啲定尾句緊要啲？尾句好，唔該晒。咁我哋一齊間住個尾句咯喎。其實尾句咧，你見唔見到旨在呢個字啊？我哋用3人間住佢啊。你哋知唔知咩叫旨在啊？旨咧係主旨嘅旨啦，其實係指目的。呢一個計劃嘅目的係嘟嘟嘟嘟嘟，咁即係咧，我哋就睇呢句咯喎。咁前面嗰啲使唔使睇佢啲介紹？使唔使睇？唔使睇啦，查咗佢啦，淨係睇呢句啦。佢話咧呢個計劃咧係個目的咧就係咩咩咩嗰啲咩環保意識啊，減少個垃圾量啊，令到佢變成咗綠色嘅城市。咁所以咧，咦下面邊一個嘅選項係最接近嘅咧？ boy 喂，因為波有邊個字啊？目的目的就係目的啦。OK，呢個對應嘅就係呢個，所以答案就會係 B 啦。所以我哋咧做段義理解咧，只要你用啱個技巧，其實就會好準確、好快咁揾到答案噶啦。好，呢度有冇疑問？有冇人啱咗㗎？我都有嘅，都有嘅，只不過你解釋唔到點樣揾答案係咪？好，唔緊要，記住啊，我哋咧個答案係其次，重要嘅係你個過程係咪用啱個方法去揾啦。好，男仔請你答第2條啊。第2條你又點做法咧？有冇標示語啊？男仔冇冇標示語，咁我哋有冇首尾句有個歸納嘅作用㗎？有有，嗯咁係邊句咧？尾句句句，咁我哋一齊間住個尾句，咁即係前面嗰啲仲使唔使睇啊？咩麥理浩徑啊、獅子山嗰啲仲使唔使睇啊？唔使唔使咯喎，即係淨係睇呢句咯喎。佢話呢一種咧親近大自然嘅戶外活動，已經成為咗香港都市人放鬆身心嘅新生活嘅方式喎。咦，咁邊個個答案最接近有晒呢啲字眼㗎？ D A 係啦，佢話新嘅生活方式係咪？佢答案完全同佢一樣樣嘅，答案就係 D 啦。係啦，係好開心嘅同學啱咗，因為呢度咧3分1條啊。你考試嘅時候呢種題目咧個佔分應該都比較多㗎。好，女仔啊，請問第3條啦。咦，好似你哋第1條嗰個
方法咁喎，揾唔揾到？旨在旨在係咩？記唔記得我哋啱啱講過？目的，係目的啦。咁但係咧，我哋揾咗一個關於目的嘅嘢咧，就即係睇呢句咯喎。等等等等等，即係睇呢句。前面仲使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啦。我哋話有啲大型嘅活動啦，去令到我哋夜晚出嚟消費啦。媽咪有冇帶你夜晚出街啊？冇好，佢哋振興唔到你係咪？唔能夠令到你去個夜繽紛嗰度去夜繽紛啦。好，咁所以咧嗱，女仔話俾我聽個答案應該係乜嘢 boy ？boy 個 boy 裡面嘅邊一個嘅字眼令你覺得佢係佢咧？經濟夜間嘅經濟啊嘛，夜間嘅經濟嘅夜間經濟都有份係咪？咁所以答案的而且確係 B 噶。嗱，有時咧雖然旨在係目的啦，但係未必咧一定全部都係乜乜的目的是什麼咁樣嗰啲嘢噶，未必一定有目的嗰兩個字噶。但係目的嘅後面呢一句咧就會揾到個答案噶啦。好，咁啊到男仔又試下咯喎，第四條應該用咩方法去做咯喎？係，咦？又係旨在咯喎，旨在又係佢可能係個目的啦，但係我哋睇下後面嗰句係咪咁嘅意思先。佢話你要營造呢啲嘅氣氛啊、跨代交流啊、正能量啊，幫你哋舒壓咁解喎。係啦，咁即係咩呢 A ？A 點係 A 嘅咧？A 嘅邊個字對應邊一個字？邊一個詞語？知唔知？誒呢啲扎嘢全部都係活動活動係個提升多元活動係可以提升到呢個凝聚力嘅，呢一紮嘢都可以提升到凝聚力嘅，係咪？係啦，咁所以答案就會係 A 啦，都係三分一條，自己幫自己計一計分咯喎，錯咗嘅話扣3分㗎。好啦，呢度有冇疑問？冇好，咁到你哋最驚嘅閱讀理解咯喎，閱讀理解驚唔驚啊？其實我見好多同學係最驚閱讀理解，因為佔分多啊嘛，係咪啊？有同學話OK 啦，係嘛？你見到咧46%嘅其實咧就佔超過一半嘅，但係依家咧其實好多學校都係，咁你見到咧佢有成13條嘅題目啦，今日同你哋考一考。好啦，咁啊，我哋第一步要做啲咩先？啊，我哋唔好咁急，寫先做段落寫段落好啦，咁話我哋一齊分咗段先啦。其實段數唔係好多啊，一眼睇啦，見到嗰個題目咧，你覺得佢係咩文嚟㗎？描寫啊，說明有同學話描寫文喎，咁我要問一問佢啦，冇啊嘛，唔係啊嘛，係説明文。點解咧？原來咧，我哋咧主要就係講緊，咦呢個咧嗰個智慧城市有啲乜嘢嘅新嘅措施啊、新嘅變化咁樣咯。咁所以係説明文嚟㗎，冇自己個人立場㗎。如果你話描寫文嘅話咧，就注意翻啦，佢有機會描寫，但係咧我哋寫景為主。但係你望到佢咧係介紹緊個智慧城市有啲咩新嘅措施㗎。好啦，咁誒俾少少嘅tips 我哋啲觀眾啦，各位同學。記唔記得莫老師講過，如果我要好快咁做説明文嘅話，可以睇每段嘅乜嘢部分就可以睇到咧？首尾定唉，唔該晒，每一段嘅首尾句，你就會知道嗰段大概關於啲乜，然後就直接喺嗰啲題目就可以做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睇得比較快嘅話咧，建議你一開始去做之前咧，用2至3分鐘由頭睇到落尾一次。睇嘅過程之中要做啲咩啊？知唔知？單字圈字係啦，喺個過程之中，你可以順便圈一啲四字詞啊，或者詞語，有機會咧下面填充會做到嘅。咁由於今日咧，我哋咧就唔係話教技巧嘅，我哋係講解翻呢份卷嘅答案啦。你只需要話俾我聽喺邊度揾答案就可以啦。咁我哋望一望下面咯喎。今次請女仔話俾莫老師聽啊。嗱，第一條我哋圈兩個字，先圈兩個字先，邊兩個字？明顯改善，明顯改善係4個字嚟嘅，不過可以圈低佢嘅，係啦。我自己圈咧圈到效果先，然後我就會同你講係短時間明顯改善嘅。咁我哋有一個4字詞語係指好短時間就見到啦，立竿見影，非常之好。第一條答案就係立竿見影啦。立竿見影喺邊度出現嘅咧？幫幫手第揾下啦。一段第一段嘅最尾嗰行，最尾嗰行非常之好，立個竿喺度，即刻就見到個影喺下面，係咪？即係個效果非常之快嘅。第一條答案就係立竿見影啦。你會望到係3分1條嘅，自己俾剔咯喎，啱唔啱啊？你哋做得。男仔到你哋發揮一下咯，話嗱，今次有少少特別啦。佢話咧係長期發展嘅，未來幾十年嘅，即係佢諗得好長遠噶啦喎。邊個4字成語有咁嘅意思咧？高係高咁遠係高瞻遠矚啊，讀個瞻字啊，佢個樣有少少似大膽個膽係咪？但係你望到係木字部啊，千祈唔好寫錯字啊。係高瞻遠矚，非常之好。呢個字係指我哋有長遠嘅規劃，目光好遠大咁解噶。好，兩條都啱晒嘅，不如咁啊，俾個 V 字手勢我啊，yeah，OK。哎呀，同學錯咗唔緊要啊，係唔好個樣咁慘咁就得。好嚟咯，第3條啦，不如一齊答下我啊。呢度咧，我哋首先圈低3個字先至做嘅，邊3個字？不包括不包括。喂，如果考試嘅時候考呢種題目，你開唔開心啊？
開心。應該好開心喎。因為種題目係點樣做㗎？睇下佢邊個冇寫。冇寫。係啊，我哋用排除嘅方法睇下邊個字有出現過冇出現過咁咪得咯。係咁，你哋揾到個答案係咩啊？ B 該網上購物。冇錯啊，其實喺邊度揾？第幾段揾？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嘅第幾行？第二行，第二行。咁你哋就可以睇翻呢一度啦。只要咧喺呢有三個喺度出現咗噶嘛，咁冇出現嘅網上購物咪就係個答案咯。3分，恭喜你又攞到啦。好，第四條咧，首先第一樣嘢揾目的嘅，你圈低佢揾目的嘅，點解要咁做？然後咧係關於電子支付嘅。第幾段係有提過電子支付嘅嘢咧？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好，電子支付個目的係乜嘢啊？第幾行？第二，第第幾行？三行，你覺得第三行有講到嘅，OK，即係呢啲係咪減少接觸啊？咩省卻攜帶零錢嘅麻煩啊等等啦，係咪啊？咁呢度個答案出現咗咯，係乜嘢啊？哦，減少接觸係嘛？咁啊，提升翻個效率嘅答案的，而且確係 D 噶，呢度都係3分1條啊。好，第5條啦，嗱，你仲打粒星俾佢啦。基本上你考試一定會考噶啦，呢啲叫做主要嘅目的係乜嘢？寫作目的話，主要內容是什麼咧？就經常會問噶啦。咁我哋有時咧就睇首尾段啦，有時就成個段落、成個文章裏面，你攞到個重點咧，就揾翻佢嗰個答案出嚟噶。好啦，咁啊，我哋好簡單啦，睇第一句啊。我第一句就係講乜嘢邁向智慧城市啦，後面就話咩以人為本嘅概念啦。咁所以呢度邊一個答案係最接近我哋啱啱講過嘅嘢呢 A ？A 嘅邊一個字，邊幾個詞語？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係智慧城市同都有願景嘅，願景就係佢做呢件事係為咗啲乜嘢啦？咁啊3分㗎，難唔難啊呢條？少少，少少都跟到係咪？OK，和軒你變咗一張紙嘅個樣嚇，係你可以開翻你個樣出嚟先啦，係好咁第6條啦，第六條咧又叫核心嘅信息，其實同我哋啱啱嘅寫作目的有少少似嘅，即係最緊要佢想關於啲乜嘢啦。咁你哋個答案係寫咗啲咩咧？D 嘅邊兩組詞語令你覺得個答案係佢？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仲有咧？效率，人民關人民懷，關懷。因為以人關懷係啦，因為呢度話以人為本啊嘛，咁人民關懷咪就係嗰件事，又係首段同尾段揾到答案㗎，3分1條啊。好，呢兩頁有冇任何疑問？冇。冇疑問嘅，我哋又正式講第7條啦。嗱，第7條都係一種比較常見嘅題目，就叫你概括翻一個段落裡面個段意係乜嘢。我哋頭先咪教咗嘅，用標示語、首尾句同歸納嘅方式嘅。其實做呢種題目一樣可以用翻呢種方式㗎。咁我哋一齊睇翻第2段嘅開頭同結尾咯。第2段嘅開頭係講公共服務方面咧，就有一個叫智方便嘅嘢啦。我唔知你屋企人有冇用啊？智方便。好鬼方便係咪？啊，有同學有用，有同學係唔知咩嚟嘅，係仲未開發啊，唔緊要，係啦。咁啊，跟住呢個咧就話，誒有啲長者又可以點點點啊，又可以不受年齡嘅限制啊。咁首尾就係講呢一樣嘢㗎。咁所以第7條嘅答案應該係 A，點解嘅？因便為利同埋便利同埋支援措施，係非常之好，同學即刻學即刻用得到啦，即刻知道點樣揾就答案啦。呢兩個重點字其實對應嘅就係第2段嘅首尾句啦。好嗱，呢一條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唔知你有冇見過啊？佢話佢嘅敘述角度係乜嘢？簡單嚟講就係呢個係呢篇文章係用乜嘢嘅觀點去做嘅咧？係咪第一人稱咧？我嘅觀點係我做咗啲乜？唔係，唔係，OK，係咁係咪好客觀咁説明一啲嘢？係係，嘅 OK，咁咩叫批判性評論啊？通常係乜嘢嘅題型先叫批判？乜嘢嘅文體先叫批判性嘅評論？議論文。人，咁佢唔係議論文啦，係咪？咩叫虛構故事啊？即係咩文？故事啊，記敘文，記敘文係啦，記敘文故事先係記敘文，係咪？咁啊，我哋咧就答案就會係 B 嘅，的而且確啊3分1條啊。好，跟住咧，我哋説明文咧，仲有一種嘅問法比較常見，就係問説明手法。嗱，記住人哋問你咩喎？描寫手法啊、抒情手法啊、説明手法啊，甚至係修辭手法啊，嗰啲全部嗰個答案係完全唔一樣嘅喎。好似呢一度咁樣，佢話：咦有個智能燈柱喎，係咪可以點點點點點喎？其實用咗啲咩嘅説明手法咧？你覺得？舉例，舉例，非常之好，我哋咧可以叫舉例説明啦，或者你話佢叫做舉例子都得嘅。我唔知你學校用3個字啊，定係4個字啊？嚇，即係啲咩舉例子啊、下定義啊，係咪啊？嗰啲我哋都叫做説明嘅手法啊，嗰啲。
好啦，咁然後喂第10條又係好開心嘅喎，點解嘅？因為你咁可炒飯，以直接係唔該晒兩位女仔，最中意就抄嘢係咪？誒有得照抄啊，好開心啊！呢6分一定要攞晒佢啦。有時咧比較難嘅係咩咧？反而係12同13咧要有自己嘅諗法啊，用自己文字去概括得就最難嘅。呢啲直接列舉咧，文章裏面揾咪得咯。好，咁關於交通嘅，你揾到啲乜嘢啊？第幾段？至方便平係咪？即講係先，你睇清楚題目先。第二係咪第三段？第2同第3段關於交通嗰方面嘅，交通嗰方面，喂，交通喎，第2段有冇交通？第一段咩？第一段第一段喎，有同學話，喺第一段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啊？有啲乜嘢電子收費系統，電子支付系統？係呢個應該係電子支付去乘車係咪啊？第二個咧，第二個方法係乜嘢啊？易通行。冇錯，就係易通行嘅電子收費系統啦。咁我哋呢個就即係呢啲即係揸車嘅人咧就用易通行啦，係咪？我哋就可以用嗰個叫做電子支付系統啦，嚇。咁或者搭車咧攞個叫信用卡啊，或者攞部電話拍嘟嘟咁就可以搭得車啦咁樣。好啦，有冇同學啱咗㗎？呢2條話就話好容易啫，但係頭先有同學用揾錯位喎。咦，得啊，立篇一個啱啫喎，大家扁晒嘴喎。唉，唔緊要唔緊要，所以咧大家要睇清楚個問題。佢問嘅唔係普通嘅措施，而係交通措施。咁你就要喺文章裏面揾翻關於交通嘅嗰段揾答案㗎啦。好，咁第11條啦，嗱有少少特別啦呢度，佢問點樣去幫你啊？點樣去幫你啊？咁第幾段係有講過智方便平台嘅先？第第二二段係我見同學話第2段。好，咁第2段咧邊度有講過點樣幫你啊？預約診所要申請證件，跟住繳交。即係辦理啲手續啦。咁但係佢個過程係點樣？個方法係點樣？佢哋喺各區設立咗數碼支援站，提供1對1嘅指導。嗱，咁我睇清楚題目先啊。佢問嘅係智方便平台喎啊。咁呢個係第二樣嘢嚟嘅咯，句號咗嘅咯喎。咁即係你應該咧要喺呢2行裡面揾一個答案。係啦，大家再諗下，唔緊要，錯咗可以而家再嘗試去改正啫嘛。用手機嚟整呢樣。用手機嚟整，個政府用手機嚟整咗個智方便，但係喺個過程之中用咗咩方法先？最緊要嗰句有冇人揾到？喺呢2行裡面有個最緊要嗰句個一機上上網。方法。一機你將呢句抄咗出嚟個結果嚟喎呢個，但係要揾如何喎？係咁，所以其實剩翻一句啫嘛。邊一句係啊？第一個合咗過百項服務。冇錯，其實就係咁咯。第一樣嘢，你因為點樣嚟？你問你點樣啊？做咩啊？即刻有個頭都即刻炸開埋係嘛？第一樣佢就係整合咗過百項服務嘅，可能係整合咗公共嘅服務啦。咁令到市民係可以輕而易舉咧咁去辦理啲手續嘅，用自己文字有少少要用自己文字去作答㗎。咁如果你照抄晒呢啲咧都冇問題嘅，咪成句抄晒落去咯。自己整合嘅話就係呢個平台係整合咗咧過百項嘅公共嘅服務咧，令到市民係可以咧透過個手機去辦理任何嘅手續嘅。咁所以呢個咯，萬事辦理咁嘅意思咯。咁你抄晒落去都得嘅嚇。有冇同學啱咗㗎呢條？如果你冇答到整合嘅話，就答錯㗎咯喎。大家都答錯啊！呢條咧其實就攞嚟分 grade 㗎啦，即係唔緊要㗎。好，咁跟住咧第12條啦，去到第12同第13條嘅時候，會唔會做得有啲辛苦啊？會會唔會覺得開始有啲難係嘛？嗱，邊有？但係學校有冇考呢啲嘅題目㗎？即係叫你舉例子叫你説明啲嘢啊？有都有嘅，有嘅。好啦，咁我哋首先咧要知道咩叫以人為本先。你哋點樣理解呢個字？即係咧，佢咧整呢個嘢咧係為咗其他人而設想嘅。係唔該晒。咁所以咧，你俾個例子咪得咯。我哋有邊個叫做設施係我哋為咗啲人設想而去做嘅先？易通行。易通行，易通行係幫邊個做嘅？可以方便啲人做啲乜？誒，去揸車嗰陣俾錢咯，去嗰啲隧道同埋道路。係跟住令到佢哋可以舒緩到個交通擠塞嘅問題啊，唔使猛咁塞車啊，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寫。我和軒呢個有分嘅，但係你記得後面嗰個説明要寫得清晰啲喎。佢有呢個易通行嘅服務，令到佢點點點點，然後後面又點點點點點，知唔知啊？即係例如令到佢咧可以有自動感應嘅繳費，令到佢哋交通擠塞嘅問題可以舒緩到啦。好，有冇同我有其他嘅睇法？係永晴。我想問可唔可以寫市民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數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方便市民同埋衞生更加好。梗係可以啦，冇問題啊！嗱，呢個咪就係一個比較完整啲嘅做法咯。你會發覺咧，我哋呢班嘅同學咧，佢哋做得好嘅就係佢先講咗個例子先，
個例子點樣體現到個以人為本？例如頭先有同學話可以舒緩交通擠塞嘅問題啦，有同學就話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方便啦，係可以嘅。咁如果你話寫嗰啲咩數碼支援站呢個數碼支援站，去令到啲長者都可以用得到啊，又可以攞到分啦嚇。咁啊電子支付嗰方面方便啲人去繳費等等都係可以㗎。有冇同學有疑問？呢條有好多種寫法，總之你舉出一個例子去講到佢點樣令到啲市民係更加方便就得㗎啦。OK 嗎？OK 嘅話，我咪講埋第13條咯喎。嗱，呢種題目咧就叫開放式題目嚟嘅，但係咧佢咧好得意嘅喎，佢話叫你咧舉出一個具體嘅建議，説明原因。咁佢有冇話要喺文章度揾，定係叫你喺文章以外揾呢？有冇提過呢件事？自己諗。你諗自己諗，OK。但係咁喎，如果佢冇提過嘅，其實我可唔可以都用翻文章啲嘢去幫手呢？可以。其實可以㗎，除非咧佢咧嗱有幾個做法。第一個就係佢講到明喺文章以外咧，你就唔可以攞文章啲嘢嚟去做嘅。如果佢叫你結合文章嘅內容咧，你又唔可以自己諗㗎喎。咁呢度咧就兩者都可以啦。好啦，咁有冇同學咧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寫咗啲咩㗎？如果你係區議員啊，你點樣去利用一啲叫智慧科技改善你住嘅社區啊？所以你而家要有一個區議員嘅角度去幫自己。做咩好難諗啊？第時做唔到區議員㗎咯喎。好啊，吳永晴，你講下。因為我喺日本有見到，即係嗰啲紅綠燈咧係有一啲倒數功能嘅，咁係。我就覺得可以去採取呢個措施，去令到市民更加方便咁樣知道仲有幾耐可以過馬路。即係如果嗰個倒數時間過短嘅話，就唔好咁樣去衝過馬路。明白，咁呢個居住嘅社區咧，可能要再詳盡啲後面一兩句咯。點樣可以令到個居住嘅社區更加可能要可能方便佢哋啊？係咪個過馬路嘅時候點樣令到佢哋安全啲啊？係咪啊？咁呢度你可以寫埋落去咧，就最後嗰個字就要呢個啦，改善咗我居住嘅社區啦。即係你頭先嗰扎嘢，最後一句用呢個咧就冇咁容易離題啦。明唔明我講乜嘢？可以啊嚇，不過其實唔係就日本嘅，其實內地都有啊，好多地方都有呢種方法嘅啊。好，係啊，有見過係咪啊？好，有冇同學有其他嘅諗法咧？有嘅，有嘅，立篇啦，我見你舉咗手，係你係區議員啦，點啊你區議員？個平安鐘啦，所以係令到即係而家啲長者昏迷咗，喺屋企昏迷，即係獨居長者喺屋企昏迷咗，可以佢可以幫手打999。哦，即係昏迷咗、暈咗之後咧，佢仲可以無端隻手自己去撳平安鐘㗎。哇，咁呢個都好高科技喎！呢個暈完之後再可以自己撳。咁其實佢暈咗未咧？係哦，不過我明白你想講咩，平安鐘可能佢暈之前嗰刻要撳一撳，係咪？咁就啲嗰救護車就即刻送你去醫院啦。啊，呢個係咪都保障佢哋嘅生命嘅安全？係 OK 嘅，係好。咁啊，節節你又寫咗啲咩啊？咁我設計一隻都係比較智能嘅手錶，都係俾老人家噶啦。咁咧手錶咧就唔係啊，咁咧佢就會量度佢啲血壓同埋心跳。咁樣當咧發生意外或者咧過低嘅話咧，就會 send 啲信息去俾啲人，俾邊個人啊咁？即係啲其他嗰啲工作嗰啲。即 send 俾你咁樣係咪？我有個唔識嘅人即係 send 個地方嗰啲醫護人員啊。醫護人員，咁啲醫護人員好忙喎啊！都可以嘅，大家都好注重呢個長者嘅關懷係嘛？有冇同學有其他諗法，例如對交通啊，或者社區嘅環境啊、衞生等等嗰啲有啲諗法㗎？諗唔到，諗唔到。嗱，其實你哋頭先講嘅咧都有分嘅，問題就係你能唔能夠拉到去改善到你居住嘅社區咯？你最好最尾嗰句咧就寫翻呢個回應翻個題目，咁然後具體嘅設施，其實你哋都寫得幾具體㗎嚇。咁但係記住啊，嗰啲咩平安鐘咧，唔好話佢暈咗之後就可以撳平安鐘啦嚇。嗱呢個咧就嗰個順序上面咧，你小心俾老師咧去抽秤你啊，會扣你分㗎嚇。咁所以大家自己表達嘅時候咧，睇下會唔會有邏輯方面嘅問題啊。咁呢度都係5分一條嘅。咁通常5分一條咧就係一個具體措施可能2分啦，然後説明原因就3分啦。通常會係咁樣去做一個嘅就叫做個分數係咁樣分配法嘅。好啦，咁啊成份試卷，咦做晒咯喎，咁你哋可以咧根據翻咧呢一度咧嗰啲分數咧去計一個總分俾大家睇，睇晒成份卷啦。有冇任何疑問啊，或者有啲技巧上面嘅嘢咧想同大家分享下，或者想問下莫老師咁樣嘅咧？好 OK 好，咁啊今日你哋都上得好精彩，都祝願翻你哋啦，今次嘅呈分試咧都一切順順利利啊！多謝晒大家今日嘅參與，拜拜。